收看今晡日福喜来呢个节目，今晡日嚟治疗单元，你可能绕墙到茶一峰线上呢度节目地图老大家都小解动虫了嘅东西嘛，解的是系 U。爸爸妈妈呢，都无係講 U 做出係咪聽眾非常多 U， 你當你食東西嘅時間就會食到 U， 唔過 U 對你身體到底有乜嘅重要嘅部分，容易來食好嘅 U， 哦，基本上為了大家嚟好好分享，大家嚟邀請你今日來賓係呢個茶一峰先生，歡迎。各位朋友大家好。哇！哦，繞牆到茶線上嚟到節目地圖嘅時候，你鄉親朋友聽錯動好吼，因為昨天講到，你聖白地圖有動到吼。他家人來都是，真是。不過基本上，你要特別老鄉親們來講，U 兩件事情 ，U 對你個身體有當重要嘅位置，對不對？一開始大家會講減肥，冇是 U， 冇是 U， 先生 U 其實當重要，錯冇？係，特別觀念是講，減肥冇是 U。你個觀念是講減肥是 U， 不過是好 U， 是好 U 唔會太口，是壞 U 就會太口。所以其實 U 吼講實在話，你唔嚟講都是 U 啦。當然嚟講，大家好好的是 U， 唔係咁樣嘅意思。所以其實到底一開始呢，大家來分享，其實油脂 U 兩件事情對你嘅身體，我們是有需求的，對不對？係，比如講，你有的維他命吼，像個維他命 A、維他命 D 吼、維他命 E、維他命 K， 然後U 誒維他命，但係你食東西冇 U 下，已經冇法度吸收。嚇，比如講有啲人吼，可能咁樣講，個臉皮出問題，吼冇法度消化 U， 吼，該下吼其實會當到營養素會缺。哦，反而營養素會沒有辦法吸收，會流失。對，比如講，你講葉黃素，像今天就已經到地嘛，哈。對啊，冇做會見嘛，係啊，冇做會好啊。葉黃素，一定要繼續染。係，葉黃素咪好啦，個茄紅素咪好啦。佢吼，了啲東西一定要油，吼，這樣有法度吸收。啊，係，等於是個肉染吼，你個都控制度是肉染，個吸收什麼好？全是上線浪天動浪嘅，世界師兄你下浪天動浪吼，大家會想，哦，基本你記準，其實當你記準嚟講。其實也是燃燒我們身體的 U， 然後變成一種熱量。對，大家講沒有油脂的時候，其實你反而沒有辦法產生能量。所以油係當重要，因為油辣吼，其實會隔絕嗰個溫度哦。所以身體喺你點油吼，就相信配呢一下吼，我調到油咪唔好，調到好油時候咧。你當定義下，佢咪講啊。基本上我唔會讓，因為我當配，我當到 U， 所以我唔會讓。不過你係講笑啦，是講其實吼，鄉親朋友大家講冇是按到 U， 不過 U 對你身體其實很多的營養素會靠 U， 哦來幫助我們吸收。係，但係唔拿就等於皮膚是冇人講，冇人講。不過講到你下，其實老師 U 分好 U， 然後白 U， 其實油脂還是有分類的，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好嗎？好，特管 U 哈，會還有三種嘅脂肪酸，錯，好，有的是來到脂肪酸還多啊，來到脂肪酸還少，哦。來三種脂肪酸呢，一種係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兩種是講會變下水，哈，它兩號是有買好處是講，兩種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哈，基本性是講，還會有等於講會降血脂啦。不過幾種問題是講，因為佢多元不飽和，其實還冇按停，還會壞鐵，哈，還會有個油耗味。錯，它停好是單元不飽和，其實是一種不飽和地本毒。是你目前的研究是講，從那單元不飽和脂肪酸是對性床病還有預防作用，好，還有一種是飽和脂肪酸，了解飽和脂肪酸呢是講，他提了講哈，佢度按你溫度哈，按你調室溫調，讓天佢會結凍哈，是飽和脂肪酸，因為佢度讓天會結凍，是強度度，身體度係咩血管咪會結凍。難怪，因為你那邊有寫到上豬油嘛，豬油大家可能鄉親朋友，因為大家客家人冇下挑白啦，咪有。
有冇出风地图嘛？又一罐一架铺盖猪油，其实你都让天些那个油就是白白的，嘿，就其实是黑结的，嘿，所以线上讲的是黑的啊。嘿，没错，然后咱讲像个大豆油，地本没有多元，没有单元，没有饱和，哦，还是讲的大豆油、葵花油、红花籽油、葡萄油、玉米油，其地本系多元下豆，其实表该类，哈，像了橄榄油、橄榄油啦，哈，和苦茶油了都哈，其实单元下豆的哈，俺个话佢没有多元，没有饱和，上门过下豆就，其实讲佢单元下豆是表的俩道钱。所以简单讲，因为是从线上讲诶，它每个都有啦，是讲你哪个比例哪个比较高，比例多。不过讲到俩吼，其实讲到俩大家袂知道讲，是好就是从线上讲诶。油好重要，对不对？炒菜，你要引起诺贝尔东西，那些炒菜用油，你是要免那些基本拢加油葱酥，好，他讲你加油葱酥，该冲不系油，所以其实线上讲诶，我觉得是好油，你要怎么样吃到油，然后你自己在家里怎么吃油，不过讲到两边大家是问啊，那油的分类也按用因，线上讲到按豆油，糖的动种动补茶，还有一种油提出来大家都问一下调和油。调和油食油都已经讲吼，啲就变到橄榄油啦，吼，啊变到葵花油啦，变到的油叫下掺香下。其实我希望咱向新朋友吼，调和油两种东西吼，是调白是已经讲哦，干买Omega3、Omega6比例当好，不过每咧发觉讲啲调和油啲白就是当多问题啦，吼。其实不是啦，按不是讲吼，2礼拜吼按使用芥花油，1礼拜按这种你可能用该苦茶油是按一拿。当豆油哈，你是做咧一种两种油，一种两种油，不过莫卖太用太干的油，卖细干油，因为油莫溶天哈，当家为该氧化是有的东西为自由基对身体不好，嘿。最后是讲吼，你油吼，你不下就当多种油，吼，按轮流溶之后，大家底下讲实在不，一般嘅妈妈都不会买这么多种油，比如讲佢可能有习惯用一种嘅沙拉油来比如讲吼，当然底下当然咪讲哦，推荐控钿，大家咪用橄榄油啊，吼，系冇你挑牌一家下家人都好用茶油啊，苦茶油，大家。有时候系讲卖个太管油，一卖是卖冻太管呢，用太长卖，其实唔好从嘛。你除了讲你好破件哈，你是卖个沙拉油哈，卖它便宜嘛。因为基本嘅破天板，你昨天卖太管油来偷啦，破太时候啦哈。不过你品种是食盘是唔样嘅。你最好像你比如讲哈，你昨天卖到橄榄油，因为橄榄油是讲你炒出来冇同台的冇同辣温度或者种橄榄油。我哋教人向前朋友就我家婆教我个水炒炝菜方法，好，当我向新朋友吼，当好个火个旺妈哈火辣，油变下去，啊啪下去，炝菜变下去，你啊变下去哈，你以为它先跑走2、3步，因为那个油会减起来嘛哈。其实按年哈油燃豆哈，按你不容易哈，等油燃豆哦血冲个血。对血管唔好吼，对油燃吼对皮肤唔好，下脚路吼，你糖豆冇下腳路，係咧係老師教你啊吼，當簡單的方式是水炒菜吼，炝菜樣嘛，客家人炒菜方式啦吼，你吼我媽啲白度吼先變到湯。好，你想的配湯咪好，有配湯是配湯，冇配湯冇相關，變到水，好，變到薑媽，好，和水滾下去，就淋到油下去，因為滾下去再走個水滾就變油下去，溫度下到咪唔會超過100度，好，咁下炝菜就變下去，係啊，冇乜啦，冚下去，啊一下是學個水炒菜，好先，學個炒菜差唔多啦，好，尤其你如果像你好嘅苦茶油哈，用安樣方式哈，其實菜個油因為冇煸過哈，安嚟下安全，因為油煸過下去哈，當到自由基會走出來，好會不啱，好油冇煸強啦。線上講嘅真的是聽起來心慌慌的，用英講，因為像係講愛食家大部下煮菜講實在，因為技術係唔係當好，跟一般人傳統嘅觀念係乜嘅，無乜聽出來辣，有冇你就是你鍋子要熱嘛，對不對？然後鍋子熱，所以油倒下去，油溫會辣嘛，油溫會辣，傳統你炒出來乜嘅，炝菜不用落去，大火快炒，有冇？然後撩起來呢，炝菜炝。
那就是你亚洲人觉得安用的呛水是最好吃。其实你吃可安阳放血，是其实爱弄的安阳放血该呛水切腿唔会错。对，如果线上狗头一家，为什么我说听了心慌慌？因为那样子的油温是非松够都够啊。对，一旦你那个油温高了，你有可能就会产生不好的物质。活动尤其好，按表达下去哈，就该油啊变油燃出来，油烟出来是就是变坏太的。老实讲，你煮出来些油烟出来，油就坏掉了。请问一下，你亚洲人的烹调不就是要大火快炒，油烟有吸，抽油烟机吸？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线上工业方式其实意思是怎么样？提供线不用水不用量丢吗？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的油下去给世界盖 U 的温度没有太高，所以比较没有油烟。而且老师刚刚讲盖锅盖，抬盖又躺头吗？因为你吹表容易盖锅盖，它里面的水蒸气。在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对流，当你盖紧的时候，所以它等于是用那个高温蒸汽把那个肉也，那该吹吗？中熟嘞。等于每表每克没做的，好，你盖下小口哈，该出落下去哈，该吹其实当好些，你吃可呐，他哈，刚来水煮出水炒唱出哈，我就个果冻因，其实切对唔会烧烟，炒大火快炒。其实线上讲好可爱啊，哎呦你起款了，哎，用心朋友基本你是起款了，老师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因为那个油的高温产生不好的物质实在是太可怕了。黑公你起卡走得走不下煮出来嘅，用心朋友起卡起款了，黑公从来都有时候外食。是真的没有办法，不过那时候就要选择看我们吃怎么样的食物哈。所以讲到了它简单讲，线上讲诶，油动重要，只是要怎么样吃到好油。哦，其实它刚刚都好是苦茶油，其实苦茶油嘛，特别因为烙年线是可以吃的。冻好哦，好，因为你的苦茶油哈，就最近哈就研究讲，佢特别有只新闻哈，应该。苦茶油哈对胃动好，好，其实真紧是真的。那推台依然就因做研究是讲，佢特别有只新闻下去哈，为本安尼胃特别哈有只细菌，你讲胃幽门曲状杆菌，因为那个细菌哈变下少。哦，你讲苦茶油的固胃哈，真紧去是真的有的哈，有研究出来。错，所以乡亲朋友哈，唐努利亚尤其都真是地势动到吼，受无动态吼，不过还有动到让有关嘅地势，让乡亲朋友来分享吼，请乡亲朋友先聊下，你等下总来好好来讲哦。哇，今天到强头线上来到节目第一读到大家来讲油两件事情，线上油真的好重要，因为我们真的当你都会。食你是都油，是油唔系唔好。像大家像很多营养师会讲吃坚果，坚果就是因为里面有好油嘛，对，当然油是都会配蒙蒙错。那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营养就是协助我们吸收营养的一个来源，对不对？其实讲好油最好好，那种天然的食物加油，好，比如讲那是坚果，那是该酪梨，基本冻油。哦，酪梨很油哎，大家讲果子，其实它很油，冻豆改东西。那种天然食物底部加油来，其实下好，下按钱，不是精致过。错，我讲冇错，你下老大家咧分享一件事情哦，因为长嘅大家袂是到哇，萝卜嘅油係講唔好嘅油係壞油嘅，大家會當點重要麼？按我講話咧，一開始大家會講，哎呀，煮油唔好，因為那個對身體唔好誒，買食到煮油會血乾嘛嘅，因為佢講因為講話血。白腦啦，係冇嘛個血凍尿啦，我們按用嘅講法哈。咁個大家是會講我們要吃橄欖油。咁個有一場油凍唔好嘅時節，大家會講，哎呦，我自家咧泡煮油好。泡煮油其實一泡嘅時候不卡啲香啲喎，還有煮油泡，大家煮油泡又會煮米醬是，特別煮油泡煮米醬，佢講因為按用煮，所以問下先生，自家泡煮油好麼？等就當然吼，有做天時嘅因吼，是煮油唔會太口吼，當然只要是5點10分去做天時，係啊，做到按小夾夾嘅因，是煮油好麼？好啊，所以還是看人，係按當然吼，等都是對油當多吼，等於錯的唔認同因吼，是煮油好麼？唔好，所以其實真的是看你的需求，也不是說豬油是絕對的不好，對不對？而且講到兩片吼，講實在話吼，該煮油一家泡，上次係講蘿蔔油唔好，所以一家泡煮油有時候還比較安心。好，按錢冇錯。咁個泡也是有沒有注意事項？其實有的好是講，你習慣是煮油吼，慢慢講是用該慢慢泡高溫去泡啦。錯。咁咪溫度好高，其實上次油下都有
病魔研究啦，吼，还有当意是讲吼，像甲我假使就该猪肉吼，以煮到本去像本孔有形状，甲条肉就出来吼，系甲人可以种放心，两种贵下做的，不过最后破坏猪肉吼，实实用体莫不用听究。所以其实师兄信上讲，不管是什么油，你就是不要不用听究嘛，好恐怖哦，唐姨会觉得很紧张，其实对，其实最简单是讲，你搭餐就不用到。中庸哈，莫是干用该就批的东西，然后唱出穷下煮死猴，但是到天然食不假就是猴嘞啊。比如讲，有种因为讲你要都好是鸡排，有冇萝卜配泡鸡排，可是其实你的方法如果用的对，你是戒油，戒食物本身的油，跟鸡皮本身就有油了。你用煎，对，你去煎它，然后你不要再加油。你说萝卜自助餐很无法图去走胜利，你好加，你几家萝卜哈来走鸡排的时间，你把那个鸡皮处理的干净，对不对？然后你几家用鸡皮的油去煎鸡肉。而且大家有发现吗？比如说你煎鱼的时候，像鲑鱼本身的油脂富松感丰富，有时候你不用放油，那个煎那个鲑鱼都 OK， 哦，因为你鲑鱼本身很多油，所以讲俩平时到台家来讲，你得是借食物本身的油来做哈。那如果讲到俩哈，台家这边又讲到一个椰子油，老师俩油很像，常常听人家推荐讲。要用椰子油如果椰子油是两样东西哈，是讲其实目前是当到研究，冇讲到只有好油坏过还有哈。不过椰子油一张问题是讲，其实做该研究的椰子油是讲。初榨椰子油是好哦，不过椰子油当到等级，好就等于讲该椰子油是就是工业用的椰子油，哈，我是有的该从氢化椰子油是拿来该有的因泡该薯条是氢化椰子油，认为酥脆。不过咧氢化椰子油是到对身体唔好，和精致椰子油咧都未对身体唔好，因为精致椰子油做来咧全购饼该都吼，按做面包啦、饼啦，哈，未必饼都椰子油，因为它的饱和度高。这种用个椰子油，像了到精致椰子油、莫氢化椰子油是倒下去，对咱血管唔好，因为血管还会切到。错，所以线上讲，你上西东因为多上的是铺盖马铃薯，有冇是用氢化椰子油泡所以这真的要少吃对不对？你台底咧讲泡马铃薯，其实对身体。本来就冇讲当好啦，好些冇讲当。所以其实椰子油唔系讲唔好，主要系讲你要老师信上讲系讲是初榨椰子油，还是有分等级，还是有等级。如果是讲因为卖错差当豆啦，哈。真是。目前才上线，应该都已经讲过啦，哈。好，所以到底平时到大家都经历哈，其实大家讲椰子油线上就讲到嘛，其实等级分很多，不过它还是有一些迷思。他提到讲吼，你讲几斤好椰子油，上西吼是哈，唔会硬，冬热天它其实变水嘞，对，唔会牵冻，按是好的椰子油，因为它地本就冻到该中间的脂肪酸它冻，和椰子油吼，其实吼是像该白的椰子油，就冇它氢化椰子油是会变胆固醇高哈，会变变配哈。和像该到氢化该到椰子油，其实会心脏病还会走出来。是等椰子油拿来做饼做汤，该免疫力会下降。你虽然讲椰子油底本有椰子油，不过你拿来做饼干呐，或是该到又你做。该能够喊么啦？是该素的东西哈。有，该大白看该后面个标示的时候，都会写出氢化椰子油，或是有看到。其实两种东西唔会帮你免疫力还够，反会降低免疫力。椰子油可以抑制饥饿感，你是人去六种油贵还会帮你马上唔会感觉要。思想讲呀，毒气动压的时间，你去吃一个比较有油脂的东西，马上好像就可以围堵嘞，对，是消化的问题。消化问题哈。椰子油做的护防晒，真紧要啦哈。不过还係好啊椰子油啦，但不過椰子油強到哈，你皮膚強硬性咪唔好。是，所以其實到大家都分享哈，其實如何分辨劣質油兩片，我覺得講到兩下，講到安豆，線上你講到他剛應該苦茶油啦，其實那個真的很不錯，而且線上上台節目講到，其實經過科學嘅研究，佢真係做得顧胃哈。講實在話，各種油有佢嘅好處，有佢嘅壞處，有分等級，所以保存很重要嘛，對不對？所以這邊我們簡單來欣賞，我們是不是到底啲油係好油啊壞油？我們有沒有一個好簡單嘅方式到大家來講，容易來看？譬如講第一個觀察，
最主要是你小口困，然后最主要清清如水哈，哈强力哈，啊皮是莫讲就求有爱，求有爱很可怕，信上。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你啊，你老白怎卖做那个饼干哦？你忙醒，你打开来提起，提起黑尾血，所以是生皮都求有爱那个就不要吃了。你知道麻花卷，来松白洗干麻花卷，卖走呢觉得好棒哦，麻花卷，那你都一洗改时间。就先皮都该求有爱，我就不敢吃了。求有爱，因为求有爱是表示讲佢哋咪有变化嘞。他因为讲吼，最主要是讲吼预热不见起，其实也是讲，地本又买水末又杂质下豆啦哈。他提到讲吼，你可能卖酒噶下小可还能注意到，是，因为你啊副茶有上是豆皮可能。该显很重要，所以其实讲实在话哈，这个是给观众朋友做参考啦。其实简单讲，原来其实市场线上讲，你卖酒的时候你要看它的标示，因为可以你特别别讲品牌啦，你还当难讲嘞，你还当难特别讲嘛个品牌，你还好难讲。你不过简单讲那些，其实。讲起来时，你自己稍微看一下这个标示，然后呢，又都建议你自己知道的，比如是初榨的，像橄榄油啦、椰子油啦，还有你讲你讨地种的，你讲动地种讲玛莎小农走该买个苦茶油，我们真的是走点卖走了。你讲师兄心上讲其实油还是要多元使用，冇错啦哈。这是最重要的，对。然后你几个煮也是些煮鱼肉也是些你走的起皮鸡的味道，还有很好从绕改时期，除了你讲借本身的食物的油来说，线上讲高温啊，还是要特别注意高温这件事情哈。不过讲到底下呢，老师今天有带我们的食谱来，是不是？椰香。椰汁香芋鸡，其實當簡單吼，是按啲本吼用雞皮肉啦吼，還有到魚啦吼，按啲啊當到魚當春嘛吼，還有到有個鮮奶吼，低脂鮮奶，你也好啊椰子油吼，按先留雞皮吼，留個雞皮肉啦吼，雞魚吼，攰下切一切吼，還攰下來表個鑊度啲本度來去煮吼，煮好以後吼，煮到差唔多吼。煮熟以後哈，差不多不記雞魚哈，煮不記鬆哈，上邊都有低脂鮮奶，因為用個牛奶去表下去哈，該煨下好哈。椰子油美容表以外，該是表上去不用煨。是，又是很南洋風味嘅老師。很南洋風味，其實那種咖喱風味做得，其實好像講咖喱，任何一種做法吼，像你雞皮啦吼，那都見掛啦吼，嘿，雞皮撈見掛哦，雞皮見掛吼，好特別哦，你當簡單嘅還蔥頭啦吼，還那個馬鈴薯吼，菊花豬豬吼，還變到咖喱粉下去吼，等煮到過差唔多以後吼，就表一點點嚟嘅椰子油下去，還是變咖喱嘅南洋風味，椰汁南洋風味的。咖喱雞吼，一定要經過真好食。真正是雖然狗黏狗但冇記住，大家可能許多包比我根本一堂線上講，還是會覺得好像很想來試試看吼。其實講到了下吼，弟兄姊妹有老解下線上講嘅食譜，老去記起來冇有涵蓋世界走在其中。講到了下，其實簡單講咧是係老大家來講，有當從容，有容易用吼，有解溫度嘅容易你選擇好，尤其是就係最從容嘅關鍵。你下堂節目你還有當到啦有關嘅知識，強來老大家來分享，大家冇走開哦，聊下你等下就上來。好，今天早上我请欣赏了节目第一读到大家的分享哦，老师，每次你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好重要哦，那些知识第一些对大家来讲动作很奇妙，大家都地，可是就是要不断的提醒，对啊，因为有时候会带惰，你知道吗？没关系啦，哦，见哦，开始哇，油烟洞洞，哔哔哔哔，只要人站远一点就好了。可是。那个油那个鱼尖也来动用，可是其实那个油有可能遭到破坏，而且身体就会累积冻豆自由基不好的物质，而且自由基你说致癌又变老，实在太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要来讲一下排毒妙方。其實吼，前幾年就該講油的事情，大家上凍定影鏡很可怕，凍定影鏡。很其他形容個山呢，你講養滿老了就吐個東西吼，排出來，吼，
体行是吼，对，你的绕吼，个排毒能力还够吼，还好，所以都是都水，其实水动重要，因为是水下去吼，又到垃圾东西上就排毒排出来，好，等绕的纪念动好吼，因为最好是。8杯到10杯的水哈，一杯差不多几多像安因哈，100cc 哈，如果100佬一定唔 take 哈，差不多240一杯啦哈，差不多一张碗的水，应该差不多2000cc 的水，莫100佬是 take 哦，慢慢哈，应该好渐进式的，应该分差不多700-800，慢慢洗，因为哈慢慢啉水啦，因为水100啉强度下去哈，对身体唔好，慢慢差不多1点钟头、2点钟头啉到水，好，当你有水安晕哈，饮食会变降，好，你身体长会变好，因为你水吸下去哈，开掉垃圾东西长就排出来，等你一下哈，放水是差不多1000cc、2000cc 的水，你伤及身体没法度代谢哈，对，反而是负担，他听你好是讲吼，你好莫讲吼，听咬牙，因为咬牙对人各种。更模糊，真的是用排毒，哈，还是就上去是润通，因为润通就排汗，它排汗上去做淋巴按摩，因为淋巴长就发出排该肉的痛。好，叫做淋巴按摩，它就都最重要是讲吼，都是都做在对人身体有排毒的东西。体好是像该菇类啦，哈，木鱼啦，哈，然后都有海带，因为具有该水溶性的膳食纤维。那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基本上就发出导人冲的不多，然后垃圾东西吸出来，好，导人冲的不排出去，哈。它体好是讲十字花科的呛菜，十字花科的呛菜很买呢，不能讲按浪天讲吼，那拍菜啦，吼，和你大不用菜啦，吼，然后快发、翁发，还有十字哈，还有玻璃菜啦，吼。还有该橄榄菜，然后十字花科都很好吃哎，老师。都好吃啦，好，然后十字花科的菜哈，是因为然后菜地白毒哈，又都有该异硫氰酸盐，然后东西呢做得到，你干地白毒哈，对，去到干地白毒帮助帮助干哈做解毒的工作。发菜，一定要都是青花菜哈，谁强调哈？那我写在地上那些哈，啊，的确谁强？也莫讲莫是，结果是都肉嘿，和头类哈，因为头类地白都有氨基酸，然后氨基酸做在帮助你好，一定有垃圾东西排出去，像该好，前保就该顺丁烯二酸就冇，像个头类地白哈，就当做用氨基酸好，尤其给氨基酸对的，顺丁烯二酸排出当就帮助，好，深绿色蔬菜听说，线上刚才有讲到，好，深绿色哈，还有甘色的呛菜，因为具有贝塔胡萝卜素，好，然后贝塔胡萝卜素对人排毒嘛有帮助。所以风吹挑冻虫啦，冻你好是风吹挑诶，唔好是风吹挑，某种个是金瓜，金瓜要做的，金瓜唔好是某种个是都番薯。番薯唔好是，莫想个是番薯热，哈，番薯热唔好是，莫想个你是台菜，穷东西，都有。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的维他命 C 当都系水果，因为维他命 C 做在帮助你跟身体做解毒，C 到 E 强下嘛，镁的强下咪系维他命 C 到 E 两项强下，做在帮助你做该当到自由基，尤其是破渐当到自由基的东西哈，C 做在老该东西吸收下去哈，对身体还冇伤害哈。像你啊，浪天水多的哈，甘啦，白日美猴啦，哈，那个东西都是啦，哈。等好上些，你的浪天咪当到呛菜咩？呛菜尽量防水性，台菜哈，莫炒莫温，葱烟菜莫温调球哈，维他命 C 莫总提起哈。葱烟菜温调球，温度最尾高高的时间，蒙蒙的时间，可能个营养素都走。不含健体嘞，改变都是菜的尸体，哈，错错，好，像那种哈浪天豆哈，莫讲哈，呛菜调浪啊，唔甘心哈，我讲呛菜浪莫想讲，你表都叫妈咪，莫浪嘞，哈，我讲莫是呛菜，多个理由，但你讲哈，呛菜多是对哈，其实对你讲，身体排毒都有帮助。啊，你像你食盆的只要顺序是讲哈，排毒是讲，你食盆前哈，先是呛菜，哈，呛菜是体，哈，长的是肉老盆，哈，你吃完了，身体都有垃圾东西还加射出去。真的，线上哈，线上讲的真的，其实大家可能大家走死地了，都是呛菜果子哈，先是呛菜果子，再个香肉，再个食盆。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不过大家是技能吼，而且真少去做。像就等于都好形容，有冇该贵州的菜送的是先夹定用那些，因为太喜欢吃肉了，懂唔掉啊？所以其实还是要记住。你是呛出来长形容，你等于是呛出来长形容吼。干肉是每半年过下吸收按多酒，有的酒是派出去，好唔太巧啦，好唔太巧哈。系啦，系讲你上会后上，你上会降哈，有性体好控甜，那真的要注意，因为线上讲的破坏东西自由基就会产生，那个就是致癌物质，真的是这样。所以水米好了，哎，你把大家来总整理一下，哎，你讲恰日放应用四改谁叮咛哈，冻简单。我用糖豆油哈，然后天然食物食油哈，因为你有猪肉哈，你是不是用油嘞？猪肉本身是冻油嘞。有等于妈妈炒出来时间，大家有发现冇？该狗年豆妈妈该上千油有没有？你讲上千油，妈讲唔是用油上千油先切几地，切成肉丝，不用落去白油，该油是油嘞，然后再炒青菜。安是做得嘞，安是做得嘞，用好油。有用好的油哈，油以前好干哈，像该好脱啦哈，因为个腐差油咪脱下，真紧地种上去卖哈。嘿，还油哈，因为下该你爱讲油是讲好，但你种该炒出来油哈，因为莫超过3桶水。感应嘿，你睇你讲好，像伊我下个1罐油哈，你差不多哈，4罐油差不多种做至少1礼拜，按怎冇超过6了？你做你讲好。贵桶的油吼，你差不多用1来年，这样做得。你莫讲1礼拜用贵桶油，该是油一定调到。漂白其实是调到油嘞，好，不怕是过冻到油了，闻到闻起哈。你比如讲2礼拜用沙拉油，1礼拜是用橄榄油，卖4罐，莫卖太罐。全部卖4罐，1礼拜用苦茶油。嘿，闻到闻起哈是好嘞，好。对，所以是你讲的天然食物加油啦，吼，像个酪梨啦、坚果啦，聊到冻油的东西啦，猪肉啦、干肉啦、牛肉啦，过来就很多东西。真是。线上模拟哈，像上星期煮该温该孔油当天会有一层那个油，有吗？你自己用去温嘛，温狗该油，那个油可以用吗？可以，做得用哦。应该就好，你做得那个炒起来哈，啊，你上星期炒香水该含氧个山嘞，你像用水不用下去，哦。呛菜不用下，该猪油不用掉下去，呛菜不用下去，还是水炒菜用到这种，所以是可以用的，对不对？因为大白煮该孔油，大家有发现吗？因为孔油冻好些，后期是上千油嘛，谁会冇意思？大家用上千油一分孔油的时间，有冇该妈妈真心的变相拿出来个当条拍色个油按喷，又1公分按够，所以个油做咧炒起来再个炒出来，冇问题啦，唔是烧哈，唔讲冇平常叫哦，冇讲阮的。当个吼上顾该下长那个该，因为就表，你要表跟我上顾哦，做唔得咯。嘿，该系讲像上些你讲3钙和3五的吼，不下钙3钙3五该杀之前冻豆钙油，该那个脂肪落去剪下来，然后去切下来。我说的不是太可怕的部位，就有时候皮旁边的那个油，像钙鼻盖旁边该冻豆油有冇？你上些狗黏啊，然后上些百姓啊，卖该钙的时间。盖好台渣有冇跟那个油事实上做得剪下来，也是可以留起来炒菜炒吗？炒你去干咩做咧做该吼，大概油吼，该盖油吼，等盖油做好该下吼，会变相变咯，哦，莫讲变5倍哦，因为伊变5倍虽然讲做得，唔讲变5倍下去吼，迄个下夹个就该潮油爱，你变变相下去吼，莫潮油爱再变下球，嘿，爱改要改起来哦，吼，莫讲我改起来哦。其实冇过去咯，因为当到妈妈记到铺盖油的时候，大家有发现冇？钙皮好铺也是钙皮没做得白油，钙皮白起来钙油，结果是变到完是冇牵起来，这样子也是懂的。唔好，你知道为什么唔好？天好是因为你冇牵起来，因为上些钙油底本的有水起哈，下夹快，好，等有水下去，佢喊咪夹变，潮油爱就出来，你一变上下去，牵起来，喊冇有到垃圾东西变底本度。错，基本你躺茶先生讲的时间，大家有发现你有按用做冇？我又发现我是冇样做，所以我做了冻豆错误的示范。真的，冻豆好改灌凉了，好改溶发。其实不是刻意去做，因为你就是没习惯按用做。生活习惯，唔得讲你好，其实对身体影响动态，尤其吼肉吼对冇变好吼。上次就对妈妈讲打伤吼，卖同酒冇用太打伤，潮油爱做对做用，其实唔好，因为潮油爱就杀平太机，冇食机。好哦。最每改30秒哈，强力改乔一峰先生帮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最后的提醒大家一下。希望乡亲朋友哈，而且用好油哈，莫青菜人买油哈，油哈莫用豆哈。
还上心紧紧吼，走在老天然食物食就等于吼不，比如讲吼，你呛水吼，你走在老中药琼花草，吼嘿，呛水吼，你上心吼走在用个麻油毛，你爱就用个芝麻油啊，可以的，也是做的。所以吼，乡亲朋友根本去收无动态吼，哇，做了非常感谢车先生，又和大家来聊吼，匆匆加来上节目的大家来分享，空肯嘅知识，好。乡亲朋友，聊下咧，啲人都嘅知識過去做埋嚟做認同了，日日都做認同了。